无知是你们的致命伤。沈竹灵，怎么能给你如此大的能量？如果不能帮蛇王夺回，那就统统毁灭！赶快把江东城找回！姐夫，姐夫，你怎么了？姐夫，我这就送你去医院。女儿，秦汉这个废物已经没救了，他注定就是个植物人了。你可要当断则断，小心他耽误你一辈子。你说的对吗？我今天就要跟他离婚，这就对了嘛。跟他离完婚以后，他跟我们家就没有半毛钱关系。妈，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让我姐和姐夫离婚呢？姐，你跟我姐夫结婚这1年来，你连床都不让他上，可是他还是辛勤工作，还给你洗衣做饭，把你照顾得无微不至的，你怎么能跟他离婚呢？我怎么就不能跟他离婚？如今啊，我跟鼎盛集团合作非常愉快，身价暴涨了几10个亿。他就是一个送外卖的，我不跟他离婚，让他当我一辈子。不是的，我亲眼看到了，是姐夫给鼎盛集团打电话，洽谈和你们公司的业务。你能成功，都是姐夫在背后默默支持你。你胡说什么呀？夏志清，我警告你啊，你再帮这个废物说话，再往他脸上贴金，我饶不了你。就是，死开！行了，这样这个废物他就净身出户了。来人，把他给我扔出去！扔出去！你们不许碰我姐夫，别乱来！哎，到底是谁胡来？啊，我想起来了，夏之晴，1年前这个秦汉重烧垂死的时候，是你把他捡回来的吧？现在这么护着他，该不会你们2个早就有一腿了吧？我没有，你们不要血口喷人。原来当年救我的人是知情，我被夏之梦给骗了。夏之晴，你别不知好歹，你要再这样的话，你跟他一起滚！万中无一的隐性体质，有了你，我将成为刀国第1位骗人强者。你得什么得干活？大夏境内邪灵进行。是你。妹妹，来，给你介绍一下，你的姐夫秦汉。什么？你这是什么表情啊？要跟姐抢男人啊？我没有，妹妹，你放心好了，姐姐跟姐夫一定会幸福的。来，叫一声。姐夫，这一次我绝对不会放弃汉哥。哎，行啊行啊，给我一起滚！夏家以后没有你这样的人。拿过来，这车是我们家梦梦买的，你不配开。你现在已经不是我们夏家的女儿，你不是对她有情有义吗？她有3轮车，骑走呗。妈，天要下雨了，我们回去。走吧。
汉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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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我一定带你回家。汉哥，你别担心，我一定会治好你的。这一次，我绝不会放弃你。之前你2次救我性命，等我醒来，我一定要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神主突然失踪，此事非同小可。传令下去，悬赏10亿，全力寻找神主下落，掘地3尺也要把他找到，保护好他的安全。是。汉哥，我去上班了，你别怕，我一定多赚钱治好你。今天的工钱到了啊，都过来领工资。卖点力气啊，好好干，好好干啊！哎呦喂，小夏，我知道你需要钱给你那植物人男友之地，待会儿陪我喝2杯，我给你涨工资，怎么样？不好意思，我不喝酒，我还要回去照顾我男朋友。啊，给脸不要脸是吧？我告诉你，今天你如果不伺候好我让你不能在这干，懂吗？我是缺钱，但我只要清清白白的钱。哎，小贱人！老板娘，我的腰子好了没有？马上客款啊，稍等2分钟。赶紧赶紧，味道不错。哎，美女，哥哥喝一杯，哥哥给你100块。老子请你喝酒，你还敢不给面子？不知好歹的贱人！哎，不好意思啊，是新来的。找的什么人？哎、你的生意要不要做了？今天你们这桌算我的好不好？吃好喝好，你们这桌算我的。消消气，消消气。来，大哥，消消气，消消气。小贱坯子，不就是让你喝杯酒吗？装什么清高啊？是他骚扰我。咋的？你是相亲的呀？我俩真会死啊！行了行了行了，你这尊大佛呀，我请不起啊！来来来，这些钱拿着去，赶紧给我滚！陪咱们喝点酒，给他几百块不好吗？对不对？非要去地上捡钱。怎么这么久才送上来？想饿死老子吗？抱歉，实在抱歉，先生，电梯坏了，我走楼梯上来的。哎呦，长得还挺漂亮的，要不加个微信啊？有时间来哥哥身上爬一爬。先生，祝您用餐愉快。夏之晴，你这个月已经收到第18次投诉和差评了，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就到处发浪，影响我们公司的声誉了。你要死啊！站长，我没……闭嘴！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赶紧给我滚！汉哥，我被快递站辞退了，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次被辞退了。虽然受了很多委屈，吃了很多苦，但我都不害怕。我最怕的就是你醒不过来。你不许笑话我，我一定会让你好起来的。这些年你辛苦了，等我很快就会好起来。妈，姐，你们怎么来了？当然是有好事找你呀。什么？我们准备给你介绍一个老公。老公？对
对方啊是江东的大族，楚家大少爷楚启明。这楚家不仅身家过100亿，而且呢还跟刚刚入住神王殿的镇西王楚无极是亲戚。你今晚就赶紧嫁过去享福吧。那对方那么好，你怎么不嫁？你胡说什么呢你？那个楚启明，他有严重的家暴倾向，听说3天娶了10个老婆，每一个都没混过2个月。你让你姐嫁过去，你要害死他呀？那你们算了，你们走吧，我还要学针灸。夏之晴，你必须嫁给楚启明。凭什么？凭什么？就凭啊，我能救得了秦汉。我已经打听过了，秦汉呀，最多活不了半年的时间。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连植物人的状态也维持不了多久。不过呢，我在国外已经联系好了一家医院，有100%的可能可以治好他。真的？当然是真的。不过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嫁给楚少。如果你想让秦汉一直当植物人，也可以拒绝我们这个提议。好，我答应你们。你们先去门口等我，我要进去跟汉国道别。就给你3分钟啊！知己，你不要去！汉哥，为了你，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无怨无悔。希望你醒了之后忘了我，平安过完这一生。这个就当做最后的念想，看见他，我就会想起你。你最好不要骗我，否则我跟你拼命！赶紧走吧，别让楚少等着急了。知情，知情，不要去！3年前，重伤未愈的我，遭遇楚无极手下风花雪月4大杀手，不同是技术，天子病，如今总算是向死而生，实力更上一层楼。知情2次救我，这3年更是受尽对我不离不弃。可笑的是，我却相信了夏之梦这个毒妇，入赘夏家，助他成为一流豪门。我真是太蠢了。知情，这次并不负你。楚无极如今真是胆大包天，他竟敢！护法，王权剑好像显灵了。胡说八道些什么呢？王权剑乃我神王殿3大至宝之一，只有神主大人才能操控，怎么可能无缘无故显灵？真的，你自己看。天色暗下，王权剑动，他一定是感受到了神主大人。所有人听令，随王权剑寻神主大人。是。如今神王殿群龙无首，楚无极无法服众，只怕很快就会引起内乱。我龙族作为大夏最强战力机构，一定要维护好。乾坤变色，真龙现世，神主临凡，我就知道神主那种强者不可能陨落。传我军令，龙族成员出发江东，寻找神主。是。只要找到神主，神王殿就不会内乱，天下就太平了。这是神主临现世的迹象。传我命令，所有人除镇守之外，都给我去找。夺神主令者，封王。是。哎，这里已经被我们家少爷包下来了，你是不做让，快走！知情在哪？在里面。欢迎大家来到楚少和夏知情小姐的婚礼现场。现在，让我们有请新娘。
这个贱人，哭丧这一档给谁看？给我笑！打死我吧，笑不出来。夏之晴，如果你今天让我们楚少不愉快的话，我现在就立刻派人把秦汉给弄死。你们敢动汉哥一下，我就死给你们看！你舍得让秦汉那个植物人陪你一起死吗？你简直就是魔鬼！对啊，我这个魔鬼今天吃定你了。夏之晴，我问你，你愿意嫁给我吗？夏之晴，不想让秦汉死，就给我好好想清楚回答。这辈子我们有缘无分，希望老天公平，让我下辈子能有机会嫁给你。愿意。很好，那下面的人还有谁反对夏之晴跟我结合？哎呀，楚少，瞧你说的什么话！咱们家夏之晴能嫁给您，那是8辈子修来的福气，咱们赞同都来不及，哪有人敢反对啊？来，鼓掌！那没人反对我加入何房了啊！我反对这门亲事。秦汉，他怎么来了？他该不会是知道知晴今天要嫁人，受了刺激醒过来了吧？汉哥，你醒了。这段时间让你受苦了。不苦，一点都不苦。只要你能醒来，我做什么都愿意。从今天开始，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够了！你才是他吃苦受委屈的根源。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你怎么活过来？我这次来自然是要护他，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把她嫁给一个吃人的恶魔。哼，恶魔？我们楚少那可是江东豪门楚家大少爷，如今更是跟鼎盛集团达成了100亿合作，那可是一代天骄。就是，咱们家知晴能嫁给楚少这样的人中龙凤，那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我劝你赶紧滚啊，别耽误了我们知晴嫁入豪门享福。鼎盛集团是全球市值最高的企业，这赵少和赵总那更是身家10000亿的存在。楚少能跟赵总合作，简直是太厉害了。不仅如此，咱们楚少那可是神王殿神主的侄子，能跟我们楚少合作，同样是鼎盛集团跟赵总的荣幸。就是，你听明白了没有？还不赶紧给我滚！别耽误了我们家知晴成为江东第1豪门少奶奶。什么豪门少奶奶的身份，我根本就不在乎，我只在乎汉哥。区区江东第1豪门，只要知晴想，我可以让他成为大夏第1豪门。秦汉，你这躺了3年，怕是把你脑子躺傻了吧？豪门这2个字你会写吗？就是，是怕知晴嫁出去了以后没有地方吃软饭了，所以呀，过来捣乱的。汉哥根本不是那样的人，而且是你们利用汉哥生病来威胁我，逼我嫁给楚启明的。现在汉哥好了，我只想跟他在一起。好了，从今天开始，没有人能再分开咱们。夏之晴，你清醒点吧，我们大家都是为了你好啊。什么为了我好？你们逼我，想把我卖给楚启明，换取楚家的利益。秦汉，你要是但凡有点良知，不要影响他的良缘。喜欢汉哥是我自愿的，用不着你们来指点。汉哥，我们走。慢着！坏了我的好事儿，你就想这么一走了之？那你想怎么样？你不是说让夏之晴成为大夏第1豪门吗？你今天必须说到做到，要不然我就弄死你！什么豪门？我才不稀罕！汉哥就是我的全部财富，他就是我的天下第1。既然他们想看，我就好好让他们看看。他们眼中的豪门世家、财富地位，在我眼中根本不值一提。秦汉，天下财富共你一半，鼎盛集团的赵总独占8斗，论天下豪门之贵，无人可出其右。你口口声声说可以给夏之晴第1豪门，怎么，你想把鼎盛集团买下来送给他呀？对啊，我就是要把鼎盛集团送给知晴。小子，赵总一句话能影响全球的经济走向，那是连我都招惹不起的存在。一个小角色，你还敢猖狂？既然你们不信，好，
那我就让赵长河亲自过来，把鼎盛集团送你知情。赵长河，你过来见我！赵长河，滚过来见我！是谁这么大胆，敢对赵总不敬？是神主，他出现了。那我就让赵长河亲自过来，把鼎盛集团送你知情。快去准备鼎盛集团所有股份。另外，准备一份厚礼，给神主指定的那位夏之晴小姐送过去。还愣着干什么？赶快行动！是赵总。你去北车，我要沐浴更衣，以最好的精神面貌拜见神主。汉哥，刚才是地震了吗？没事。你说的没错，鼎盛集团赵总手握天下80%财富，号称财王，那可是才可通神般的存在。秦汉敢对他不敬，那可不就是天翻地覆吗？你放心，赵长河，听我的话，如同圣旨。哼，小子，赵总跟神王殿有着千丝万缕般的联系。上任神主死后，想命令他只有神主令。怎么？难道神主令在你身上？神主令暂时不在我身上。秦汉，你没有神主令，吓唬谁啊？出言不逊，想让我们都死啊！小子，没实力就别学人装。那你装了半天，你有什么实力？还逞口舌之力啊！行，那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们上流社会的底蕴和实力。来人，把我送给夏之晴的聘礼拿上来。哇！我这第一份聘礼，限量版劳斯莱斯1辆，价值1660万。我这第二份聘礼，龙湾地景豪华别墅2号1套，价值16660万。楚少出手果然是非同凡响。龙湾地景2号别墅，那是除了鼎盛集团赵总专属的龙湾龙王以外，整个江东最豪华的别墅了呀！我这第三份聘礼就比较俗气了，黄金1万两而已。现在黄金已经开始暴涨了，1两黄金价值3个亿呢！这最后一件礼物就比较特殊了，鼎盛集团10亿订单一份。10亿订单，这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要是得到这份订单，他的家族就会一飞冲天，成为江东一流家族。我的实力你看到了吧？你不说让他成为第一豪门吗？把你的礼物拿出来，让我们看看。就这点垃圾，还配在知情面前显摆？你居然敢摔坏楚少的东西，还不赶紧下跪认错！这世上还有谁人能让我下跪？还敢这么嚣张！来人，把腿给我打断！3分钟了，知情，给你的聘礼应该已经到了。鼎盛集团礼到。哪位是夏之晴女士？汉哥，他们找我？当然是找你了，快去吧。我是夏之晴。奉鼎盛集团赵长河赵总之命，我等特意携重礼前来帮秦汉先生向您下聘。第一重聘礼，劳斯莱斯各款限量车型，总计99辆，价值16亿。第二重聘礼，龙湾地景龙王1栋，价值32亿。第三重聘礼，黄金10吨，价值60亿。60亿。第四重聘礼，鼎盛集团100%转让协议，价值10万亿。10万亿！我100个住家加起来也没有10万亿资产啊！夏小姐，请您签收。我说过，我会把这天下半数的财富都给你，这是你应得的。
好了，现在啊，你已经是新晋财王了。哎呀，贤婿，我的好贤婿！够了，秦汉，你当我们是傻子耍的？还10吨黄金，我怎么连个黄金毛都没看见？是啊，根本也看不见黄金啊，都是你吹出来的吧？对呀，哼，差点被你这个狗东西给骗了。要不说你们一个个都是井底之蛙，10吨黄金，你家托盘装得下？知青，想要多少黄金，指个地方，我给你变出来。可以随便指吗？那是自然。哇，这难道就是点石成金？我的妈呀！这么大一座金山，太壮观了吧！我的金山！知青啊，这个玉貔貅，以后呢，就放在你这里。想要多少黄金，只要心念一动，就能把它变出来。真的，这玉貔貅能变出黄金来？现在你应该明白了吧？跪下！卢启明，你的能力跟背景，在我面前根本不值一提。今天看在我跟知情重逢的份上，我饶你一条狗。今天不想见血，不然你已经是个死人了。秦汉，你不要以为你玩的障眼法就可以蒙骗过关，我们是不会相信的。障眼法，障眼法，骗局，它就是骗局。合同都在这儿，怎么可能是骗局？夏之晴，你的汉哥哥确实挺高，但是他不要以为找了点演员和道具，准备的很充分，就把我们当傻子。但是他忽略了一个根本的逻辑。什么逻辑啊？大家都知道，鼎盛集团的赵总股份只有30%，区区一个秦汉，怎么可能把100%的股份给夏之晴？他做不到，不代表我做不到。好呀，如果是这样的话，鼎盛集团易主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赵总不亲自来现场呢？怎么了？说不出来了吧？就是骗子！各单位工作人员注意，鼎盛集团总裁赵长河先生马上就到，马上准备好迎接工作。快随我去拜见神主！韩哥，你真把鼎盛的赵总叫来了？对啊，我怎么会骗你？不可能！我跟你在一起1年的时间，你有什么能力我不知道吗？你怎么可能凭一句话就把鼎盛集团送给夏之晴？你也知道你跟我在一起1年，这1年你有正眼看过我吗？你真正了解过我吗？哼，秦汉啊，我还真是佩服你的心理素质，你死到临头还能装逼呢。什么意思啊？这还看不明白吗？赵总肯定是因为有人在这儿打着鼎盛集团的名义招摇撞骗，所以特地赶来兴师问罪的。差一点就被秦汉骗到了。书生，你提醒的对，这个人他已经侮辱到了鼎盛集团的声誉，就是不可饶恕的死罪。完了，这下我们都被连累了，一个也跑不掉啊！事到如今，我们只能把这个狗东西抓起来，打断他的腿，负荆请罪了。赶紧抓起来！一军井底之蛙，朱启明，看在今日是我跟知行重逢的日子，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现在马上给我行事！你还敢猖狂？来人，把他给我杀了！鼎盛集团那边我来摆平。我看谁敢动手！秦汉，看给人赵总气的，就等着被碎尸万段吧你！哎呀，赵总您好，
我是江东楚家的楚启明。楚启明啊，对，上个月刚跟贵公司对完100亿的合同，当时无缘见您一面。区区100亿的这种小事，不要浪费我的时间，走开！赵总，那边有个混账东西啊，打着鼎盛集团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简直罪不可恕。你在说谁？就他秦汉那个狗东西，我哥要帮你捐个。再跟我胡说八道，杀了你！朱少，这个赵总好像被秦汉气得失去了理智，我们千万不要上前，免得一会儿烧山。我只恨不能亲手杀了他。赵总，今天的事情都是我一个人的主意，汉哥并不知情。如果你要怪罪的话，一切罪责由我一人承担。求你放汉哥一马。夏之晴，你要死也不要连累我们夏家。赵长河拜见神主。这什么情况？少总怎么会给秦汉下跪？难不成秦汉真的跟鼎盛集团有关系吗？这秦汉果然拥有将鼎盛集团送给知情的能力。长河接下来时，罪该万死，自断一臂，还请神主恕罪。你并没有来迟，如果你来早了，知情还看不清他家人的真面目。起来吧。谢神主。知情啊，这小汉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赵总这么听他的话呀？我不清楚。哎呀，这都不重要，我早就看出来了，这个小汉啊是人间真龙，所以我才会把我2个女儿都送给他嘛。这说起来呀，真正慧眼识珠的还是我们家知情，要不是他早就察觉到了小汉的与众不同，哎呀，也不会吃尽了苦头，还照顾了小汉3年。我照顾汉哥，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有多强，纯粹就是因为我爱他。胡说！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会有无缘无故的爱？闭嘴！人家小汉跟知情就是真爱。现在你已经错了，只有把小汉跟他绑在一块儿，才是对我们夏家最大的利益。现在我说让知情成为第1号，信不信？现在我说你楚启明乃至整个江东楚家，在我眼里就是一个蝼蚁，信还是不信？楚启明，听说你是江东第1号门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杀人取乐，无恶不作。赵长河在。传我命令，江东楚家为富不仁，倒行逆施，天理难容，直接封杀。遵命。我保证，今日之内，江东楚家便会破产，所有族人皆以乞讨为生。至于你们夏家，除了知情以外，没一个好人，狼心狗肺。哎呦，小汉，这个我们夏家，你就放过我们吧，我们不想做乞丐，我们知道错了，我们都知道错了。知情，你就帮帮忙，我们都是一家人。好一个一家人！你们逼着我跳火坑，逼着我去死的时候忘了吗？不管怎么说，血浓于水。知情，你帮我们向秦汉求求情啊！知情，这件事交给你来处理。汉哥，放过他们这一回。哎呀，知情，我就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咱们都是一家人。不，我帮你们求情，已经还清了你们的养育之恩，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我们各不相欠。1，把股份转让协议书给我送过来。我送你妈！好大的胆子！楚启明他连鼎盛集团的合同都敢撕，他肯定是知道自己全家要当乞丐了，受不了这个刺激，脑子气出问题了呗。哼，活该他气疯！要不是他，我这破天的富贵早就到嘴了；要不是他，我现在就已经是宇才王他妈妈了。你们这帮蠢货，被秦汉耍了都不自知，睁大你们的狗眼睛看清楚了，
上面合同签的不是赵长河，是那秦汉。你们看，甲方就是秦汉，合同是假的。哎，不对呀，赵长河他在现场呀。合同都可以是假的，他赵长河就不能不是吗？对呀，鼎盛集团的赵总，他一向神秘，我们都没有见过他。秦汉他一定是知道这一点，糊弄我们。这叫灯下黑呀！他肯定是觉得我们不会怀疑赵总的真假，毕竟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敢假冒鼎盛财王啊！秦汉，你真该死你！汉哥已经放过你们一马了，你们还要冥顽不灵吗？夏之奇，你更该死！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这合同上面签的是秦汉名字？你还陪着他一块演戏来骗我们！你个该死的东西！虎毒不食子，你这么说自己的亲生女，简直禽兽不如！我禽兽不如？亲生的，她才不是我的亲生女儿呢！她是他那个死鬼老爸从外面那个狐狸精那儿抱回来的小狐狸精。怪不得从小到大你对姐姐那么好，对我那么差。小时候对你不好，我还后悔你小时候我没把你放在马桶里淹死你。我今天我掐死你！看谁敢！动他，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龙泉间暴动，天颜变色，看来是神主动怒了。快随我御剑飞行。是。天颜所变，这是神主真的所引发的天象。这是哪个不长眼的匪，竟然胆敢惹怒神主！快传令下去，陆海空三县全部绕行，给我以最短的时间内赶赴江东，找到神主，否则神主一怒，天塌地陷，不是万里。快加速！另外，让江东第一豪门楚家，我要四方豪族8面强者举办8荒宴，为神主证明，彰显神威。是。1天之内出现2次天象异变，看来神主令真的显示了。张万豪，我还需要3天时间才能完全炼化8叶土，现在无暇分身。神主令已在江东显示，你去帮我把他夺回来。是，神王。秦汉，你气势很足啊，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装腔作势是没有用的。对，大伙别怕，咱们一起上，撕了这2个！给我住手！他抢我妻子，狐假虎威的羞辱我，必须由我来杀！老子从小到大都没受过这种气，今天就一点点的把他骨头敲碎，受死吧！不许碰我汉哥！就凭你这3脚猫的功夫，跟我动手？原本今日大喜的日子，我不想见血。既然你找死，就别怪我。无敌之下的江东，还有人敢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简直是岂有此理！吴镇守救我！吴镇守救我！吴镇守救我！吴镇守，他是个什么东西啊？神主，这小子原本就是神王殿4部8局36族雷祖中的一个普通成员，初级霸占神王殿之后，是第1批合成的叛徒，所以被破格提为江东镇守战神。原来如此，镇守救我！那边有个恶贼，仗着自己一身蛮力，不仅夺我妻子，还要杀了我！你得为我主持公道啊你！江东这下，竟然还有如此狂徒！楚双放心，今日之事，我吴某定还你一个公道。
吴镇守，不仅如此，他们还找人冒充鼎盛财王赵长河，而且还狗胆包天，侮辱神王殿。什么？竟然还敢狗胆包天！人在哪儿？就是他，秦汉，罪魁祸首。吴镇守，你别被他们给骗了，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想霸占我而发生的。汉哥只是为了保护我。吴镇守，还请您明察。楚少是什么人物，还能冤枉你不成？倒是你颠倒黑白，想必和那秦汉是一伙的。先将这个女人拿下，再将秦汉碎尸万段。你算个什么东西？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竟然还敢在我面前大言不惭！来人，拿下！无敌，你好大的威风啊！大胆！你这个骗子，还敢直呼吴镇守的名讳？你不想活了你！骗子！鼎盛财王，你怎么在这儿？那不是冒充的演员吗？怎么可能是财王？我跟鼎盛财王打过多次交道，怎么可能认错？他真的是财王？那秦汉到底是什么身份？神豪，那我是错过了多少个亿呀！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好贤婿！小汉，这些都是误会啊，都怨那个楚启明啊！闭嘴！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谎？知情啊，其实你不要在意那个亲生不亲生的啊，这生儿哪有养儿大呀？咱们都是一家人啊！我没有你们这样一心想要我死，还敲骨吸髓的家人。夏之梦，4年前我扶持你的公司到10几亿的规模，今日我要收回这一切。没想到这一切真的是你给我的。赵长河，在剥夺夏家一切财富。好贤婿，你不能这么狠心呀！你来人，把夏家的人给我赶出去！干什么？知情，放开我！现在轮到我们之间算总账。你要干什么呀？赵长河，在把这个楚启明的腿给我打断，我看他以后怎么到处为非作歹。是，楚启明，你的运气还真不错，冲撞了我家主人，竟还能留下性命。你别过来啊！你千万别乱来！你是我把你的腿打断，还是你自己动手？选一个吧。吴镇守救我呀！吴镇守，赵长河，楚少是楚神王的至亲，我奉劝你最好想清楚了再做决定。汉哥，楚神王现在如日中天，你们伤了他的亲人，会不会有麻烦？放心，不管他是谁的亲人，都不能欺负。更何况现在我醒了，该有麻烦的是楚吉才对。无敌，难道你想为了这个楚启明与我家主人为敌吗？赵长河，我叫你一声赵总，你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人物了？你什么你不过是已故神主养在身边的一个看钱袋子的狗爸。神主4年前就死了，没了最大的倚仗，而我是神王的人。吴镇守，赵长河已经把鼎盛集团都给秦汉和夏之情了，他连钱袋子都没有了。什么？鼎盛财团乃是神王殿的资产，赵长河你竟敢随意送人，你简直该死！鼎盛集团是我家主人交给我打理的，他要送给谁，难道还要经过你的允许吗？是吗？神王令在此，赵长河，你擅作主张，还不跪下认罪！我赵长河这一生只听命于我家主人，你个区区江东镇守，拿着鸡毛当令箭，也想命令我？放肆！我虽是江东镇守，但家师张万豪乃是神王殿掌管财权和兵权的镇南侯。你伙同外人侵吞神王殿的资产，本座将你捉拿归案，天经地义。汉哥的令牌虽然跟无敌的颜色不一样，但字体有点相同。难道汉哥也跟神王殿有关？那他的伤……张万豪，他原本是天部的4号人物，就是他带头支持楚吉上位的。原来又是一个被主的小人啊！大胆，竟敢侮辱我家师尊，找死！无敌，敢在我面前对我家主人出言不逊，你这摆明不把我放在眼里。去你妈的赵长河，真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吗？给你面子叫你一声财王，不给你面子，你就是我随手能捏死的蝼蚁。我先杀了你，再杀了你这个主人，
神王殿的财权是时候交给神王大人了。想动主人，就杀了我！那我就成全你。这是王权剑。吴镇守，什么是王权剑啊？王权剑和神主令还有霸业图，统称为神王殿的3大至宝，不仅本身是至高无上的容器，更是代表着无上的权力，得之可掌握神王殿，威压天下。这么厉害？这3件至宝是神王殿殿主的象征，当然厉害。神王殿殿主，难道是我大伯来了？大伯，神王大人目前能掌握的只有霸业图，排名第1的神主令至今下落不明，排名第2的王权剑则掌握在神王殿首席护法火凤那儿。那为什么王权剑现在在这儿啊？哼，这还看不明白吗？这赵长河狗胆包天，竟然想把鼎盛集团送给秦汉，这肯定是触碰到了火凤大人的逆灵，所以才让王权剑现身击杀此贼。平时火凤把这把王权剑看得死死的，没想到今天让我遇上了，正好献给神王大人。狗贼，不许你染指王权剑！我这把龙渊剑是师尊所赐，天下兵器谱排名第2，仅次于王权剑。今天就用龙渊剑杀你进宫，再夺王权剑献宝。来！秦汉，你敢！吴镇守，他要拔王权剑，你快阻止他呀！让他拔！啊！王权剑是已故神主的佩剑，早就产生了灵智，验灵认主。无论是我，或是火凤，都只能捧住其剑鞘。他想拔剑，不仅拔不出，还会被剑灵绞杀成渣。大哥，不要危险！拔剑，不然就杀了你的狗腿子！不怕死就拔呀，看你也不敢。哼，我自己的剑怎么会死呢？老伙计，想我了吗？怎么会这样？明明他拔了王权剑，怎么会毫发无损？汉哥，你没事真是太好了。吴镇守，他拔出了王权剑，你快杀了他呀！哼，你愣着干什么？动手啊！赵长河的主人，鼎盛财团的支配者，还能拔出王权剑，原来是你！原来你还不知道，看在你是神王殿的份上，给你留个体，跪下自裁。吴镇守，你这是干什么呀？他不过是在床上躺了3年，是植物人废物而已。他刚刚诉起你爸，他干什么呀？原来你受了重伤，这就对了。你注定要成为我的垫脚石。无敌，主人让你自裁还不动手，难道非得等主人发怒落了个灰飞烟灭吗？他都在床上躺了3年，还有那个实力发怒吗？我给你机会自裁，你不主动，少在这虚张声势！现在就取你的首级回去，建功立业。天作孽有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既然你想死，那我成全你。这么大个武镇守，怎么说没就没了？汉哥，你武功这么厉害，还有你这个贱骨头！本来我说废你双腿，给你留一条狗命。既然你不想要，今日就成全你。不，你不能杀我！我是江东楚家大少爷，我大伯是神王楚无极。他很快就会下去陪你。啊！住手！我看谁敢动我楚南兄的儿子！爸，有人要杀我啊！你把儿子，爹在今天没人能动得了你。汉哥，这是楚家家主楚南雄，是江东3大恶霸之一。他跺一跺脚，江东都得颤3颤，咱们可得小心点。打了小的，来个老的。江东3霸是赵长河，在，把楚家父子俩给杀了，为民除害。是。爸，他们把吴镇守给杀了。
长河，要造反吗？连江东镇守战神都敢杀！区江东镇守战神，在我家主人面前不过是一只蝼蚁罢了，什么不敢杀？那你就跟你家主人一起偿命吧！该死的是父子俩。爸，那个无证守死之前说了，这个赵长河真是鼎盛才王，我们招惹不起啊！鼎盛才王才可封神，好大的威风！你既然知道我的名头，还妄想挣扎吗？我不需要挣扎，因为我背后的人是龙帅。龙帅，龙帅，哈，你是说雷震霆啊？没错，就是龙族的龙帅雷震霆。爸，龙帅什么时候成为我们楚家的高山了？龙帅将于3天之后拜这八荒宴，广邀天下豪门和强者来共同见证一位绝世强者的归来。而我们楚家则是指定的承办方。八荒宴，雷震霆有心了。龙帅有心了，以为给你一个人办的八荒宴啊？太好了，现在我们不仅有神王殿，神王给我们做撑腰，龙帅更是看中我们，我们简直权势滔天。天哪，那接下来岂不是楚家就是江东之王了？夏之晴，把鼎盛集团的股份给我交出来。那是汉哥给我的，凭什么给你？清醒点吧，财富跟权势面前比，他根本不值一提。赵长河现在在我们眼里如同蝼蚁一般，他护不了你。那我现在就杀了你，我看这雷震霆，看拿我怎么样。汉哥，不要冲动。好，我把鼎盛集团的股份转让给你，但是你得保证以后不要再纠缠我和汉哥。你还敢跟我谈条件？你也配！赶紧把鼎盛集团的股份给我交出来，乖乖在我身边给我当个女婿。哎，我或许还可以考虑放这个小瘪三一条狗命。狗样的东西，敢威胁我的女人！我这儿子，你汉哥，你不能冲动。打他一个楚启明不算重要。龙帅大下万人之上的存在，赵总就算是鼎盛的才王，也无法与之抗衡。你呀，把心放在肚子里，有在没事的。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财富在权势面前根本不堪一击，到时候楚家一句话就能让赵总一无所有。看来光是给知行足够的财富，无法让他真正的幸福。既然雷震霆搞出这么多阵仗，那我就在这八荒宴上再给知行无上的权势。知行，你相信我？我当然相信你。3天后的八荒宴，我会给你无上的权力，让你成为这个大夏上最有权势的女人。要靠着这种不着边际的话，给夏之晴这个蠢货骗得神魂颠倒。儿子，儿子，你好大的胆子！要杀了我儿子，你就不怕龙闭嘴？又干什么？你想杀我也不成？今日我不杀你们，回去后给我好好准备八荒宴，3天后再灭了你们楚家。汉哥，别担心，一切我来处理。3天后的八荒宴，我会让楚家跪在你脚下认错。我们走吧。汉哥，我们不要去趟八荒宴的浑水好不好？为什么？刚才楚启明有一句话说得很不错，财富在权势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我要在八荒宴上给你无上的荣光。权势？你真的是神王殿的人？没错。刚才吴迪好像也认出汉哥来了，看来汉哥的2次受伤可能跟神王殿的内斗有关。之前我知道财富跟权势你根本不在乎，但是就算咱们不追究，你姐还有楚启明，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汉哥说的对，树欲静而风不止，看来这八荒宴不得不去。我从汉哥那儿拿的那块令牌，虽然跟无敌的神王令不一样，但希望能保汉哥平安。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带我去你以前工作的地方看看。这就是我以前打工的地方，也不知道你在好奇什么。快递站有什么好看的，非得让我带你过来？我只是想知道，你究竟为我受了多少委屈。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我不知道你受了这么多委屈。现在一切都过去了，你现在好起来了，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那家饭店可好吃了，
之前我们工地聚餐，工头带我们来吃过一次，不过也就吃过一次。他那菜卖的太贵了，一盘红烧鱼要卖128。从今天开始，你不用再为钱发愁，哪怕是四海八荒，我都会给你。我可不要什么四海八荒，我要你带我去那儿吃顿饭。走，我们去吃饭。既然你这么喜欢吃这里的饭，不如我把这家饭店给你买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样你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汉哥，你这样花钱，日子还要不要过了？算了算了，我们去菜市场买菜，自己回家做饭吃吧。最后一道菜也好了，快吃吧。怎么样？汉哥，你的厨艺水平一点都没下降，做的菜比饭店里的好吃。好吃啊，你就多吃一点。以后我会做一辈子饭。知青，你是不是还在担心楚启明的报复？楚启明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你把他腿都打断了，我怕。放心，我呀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一个小小的楚启明，我根本不放在眼里。更何况3天后的八荒宴一过，这世上便再也没有楚家的存在了。知青，你这是？你这是要干什么？我想好了，我们注定要在一起，面对最坏的结果。在这之前，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咱们这样发展太快了，我怕你会后悔。发展的不快，我以后才会后悔。上好，上好，好，好，楚少，你可真是威风凛凛，简直都有江东王的风范呢。少拍马屁！你要是不能说到做到，我一句话能扶你们夏家成为江东一流家族，也能一句话让你们夏家从江东除名。楚少，您放心好了，连八荒宴这么重大的场合，你都带我出来见世面，你这份恩情我一定会记在心里的。等这次八荒宴结束以后，我一定会把夏之情送到您的床上去。不够，我要你们2个都在我的床上，我要来一个姐妹双飞。楚少，你讨厌，都硬。秦汉还真敢过来！违禁！不，我就要当着他的面把夏之情抢过来，再当着夏之情的面把他给弄死。走。汉哥，八荒宴是龙帅交给楚家筹备的，楚启明父子俩肯定会来，我们就这么进来，会不会有麻烦？今日我会让你成为最耀眼的明珠，顺带收拾一下那位楚家。可楚家已经今非昔比，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夏之情，你个贱人，还不赶紧过来伺候楚少！夏之梦，我不是让你滚吗？怎么迷路了？夏之梦，我不是让你滚吗？怎么迷路了？今天又跑到我眼皮子底下恶心我？你算什么东西？以为自己用了一点见不得人的手段，弄了几个臭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能不能为所欲为我不知道，但汉哥收回给你的一切后，你的公司今天已经破产了。你以为我真的看得上他那些破烂儿？我们楚少可说了，会让夏家成为江东的一流世家。我就看不懂了，为什么你总看汉哥这样的好男人不顺眼，却偏要把楚启明这样的货色捧上天？为什么？我今天就好好给你上一课。你们刚才向我问好，我没听清，大点声！楚少，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来这八荒宴啊，一个个都是世界各地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各自的领域和地盘那都是王者级别。可是，在我们的楚少面前呢，只有鞠躬和问好的份儿，这就是权势的魅力。不仅如此，楚少呀，不仅是神王殿神王的侄子，如今更是这次八荒宴被龙帅亲自指定的筹办方，那就是无冕之王，掌握整个江东地区的生杀大权。我的好妹妹，
你的汉哥哥再有钱，在权势滔天的楚少面前，那就是一只小蝼蚁。这就是我看不上秦汉的原因，懂了吗？在我面前谈权势，好，那我今天就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真正万人之上。不是秦汉，你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今天这场八荒宴，不仅是神王殿的核心高层会出场，龙帅也会亲临现场，还有那位神秘的绝世强者会压轴登场。在座的所有，身份最次的也都是一方豪杰。这一桌是各个省第一世家家主的位置，在他们的省份里，一句话就能决定别人的生死。这一桌是各大势力化石人的位置，在他们的领域里都有制定规则的权利。这一桌就更了不得了，是为龙帅跟神龙殿核心高层准备的，他们直接掌控了这个世界。你不是说你是万人之上吗？那你告诉我你的位置在哪儿？楚少，他哪有位置？他还在角落里蹲着仰望我们，全部都是八辈子缺来的福气。谁说八荒宴上没有秦先生的座位？恭请神主主母上座。好你个秦汉，居然带着你的狗惊扰八荒宴，你找死啊！这八荒宴上的确没有让我坐下的资格，如今我的椅子没了，你看到了？你之前看我带你君临天下。秦汉，这八荒宴的每一处细节都是郑比克郑总督严格安排的，胆敢让赵长河拿个破椅子放在最核心的 C 位上，你俩死定了！这次胆敢惊扰八荒宴，你们这是活生生的藐视郑总督，是株连九族的死罪。夏之晴，你要是还有点理智的话，就赶紧离开这个人，来我们的楚少面前跪拜臣服。汉哥，赵总虽然有钱，但他斗不过郑总督的。郑总督是龙帅亲封的一员大将。你放心，就算是雷震霆亲自来，他也只有贵府的份儿。哼，你以为你是神王殿的神主吗？居然想要龙帅给你跪服！究竟是何人敢在八荒宴上吵闹？郑总督来了，我这就去给你问问，龙帅要以什么样的角度、什么样的姿势给你跪服？别，不要！走，我去迎接。郑总督，有个叫秦汉的混蛋在八荒宴上闹事儿。什么？龙帅大人亲自指定的晚宴，居然有人胆敢来闹事，他简直不要命了！不止呢，他借了赵长河的事，根本就不把您跟龙帅放在眼里，甚至还说要让龙帅给他跪服。对，我亲耳听见，我可以作证的。简直岂有此理！让龙帅大人跪服，这么嚣张的人，我这辈子还没见过。郑总督，一会儿龙帅亲至现场，你我要不把这件小事处理得好，要不然惹得龙帅震怒，你我呀都得承受这雷霆怒火。既然我已经亲自来了，那这八荒宴之上还有什么事是处理不好的呢？这样，你现在就去带路，我倒很有兴趣，想要亲手解决掉想要影响八荒宴的人。好，还不带我给郑总督带路？我还不允许江东有秦汉这么能装逼的人在。你就是那个侮辱龙帅的混账东西！怎么见了本总督还不快快下跪领死？你郑比克太不知天高地厚了，退一边去！你敢拦我？赵长河，郑总督是龙帅亲封的江东总督，在江东一带有王权特许先斩后奏之权，你一个小小的商人也敢拦他？哼，赵某虽是一介商人，但也有护主之心。赵长河，看来你是被财富蒙蔽了心智，甚至已经忘记了我龙族的权势。好，那我今天就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尊卑。你们传我令下去，立刻启动龙族力量，封杀鼎盛集团的一切业务。
装模作样，你有那个实力吗？赵总，赵总不好了，赵总！什么不好？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赵总，刚收到通知，鼎盛集团的银行账户已经被冻结了，一半产业被查封，另一半产业被停了整改，已经有破产危机了。什么？郑总督，我们只不过是来错了地方。如果这里不欢迎我们，我们走就是了。你为什么如此狠辣呢？怎么这就想走了？好戏还在后面呢！扰乱八荒宴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我现在封杀的鼎盛集团，只不过是刚刚开始而已。怎么样，秦汉？你现在还对我们的郑都督实力有所质疑吗？不必担心，他们怎么封杀的鼎盛集团，待会我怎么让他们跪着解封。你可真是嘴硬！现在没有了赵长河的财力支持，你还敢这么放肆？看来你是真不把我和龙祖放在眼里呀！既然如此，今天便手刃你这个狂徒！对我动手，你承担得起这个后果吗？后果？要知道，我才是江东总督，从来在这里只有别人承担我给予的后果。好，既然你找死，那我成全你，赵长河，给我打断郑必克的嘴。是。哼，如今我的武功已得到龙帅的指点，不过大宗师之境，而你赵长河只不过是小小的宗师境初期而已。你跟我斗，可不是白白送死吗？就算是大宗师又如何？就是舍掉性命，也要完成神主的命令。好啊，既然你一心求死，那我便成全你。神主保重，长河去也。哎，何必这么悲观？我传你先例，一镜。这是大宗师天风镜，这怎么可能？没想到赵长河有生之年也能成为大宗师武者，谢神主相助。起来吧，你一直忠心耿耿，这一切都是您。汉哥，你不仅自己实力强大，还能助别人增长实力，你真是太厉害了。怎么，你也想学武？过几日我采些草药，祝你洗精伐脉，祝你成为这世间顶级强者。我也能成为武者？那当然了，只要有你汉哥，没有做不了的事。他只是区区凌空一指，便可使人连升7重境。你究竟是什么人？神主大人是你这辈子都只能仰望的人。郑必克自断双腿，还是我来动手啊！你敢！龙族上下权势滔天，所有人都可王权摄取，先斩后奏。而我龙帅大人可是一手遮天，严图法随。今天你们无论谁敢动我一根汗毛，从此后你们在大夏便再无立足之地。这雷震霆来了，也只能对我跪拜。你拿他威胁我，简直可笑！你敢瞧不起我龙帅大人？等会儿他来了之后，我看你怎么死！那我先断你的腿，再找雷震霆算账。秦汉，龙帅来了，我看你怎么收场！你刚才不是说要打断我的双腿吗？来呀！大哥不要啊！没事。我的腿呀！你完蛋了！汉哥，你真的冲动了。龙帅是大夏官方最强者，权势滔天。待会儿来了，你一定要诚恳地跟他道歉。你小子，你等着，龙帅一定会杀了你，杀了你！哎呀，龙帅啊，有人在八荒宴上闹事儿。这八荒宴是我特意让人准备的，谁敢闹事？
龙帅，闹事之人仗着鼎盛才王的势力，打断了张总督的腿。什么？龙帅，你要替我报仇啊！岂有此理！竟敢伤我龙族的人，出来生！郑必克是武废的，你可有意见？秦汉，你居然敢跟龙帅不敬，还不赶紧下跪就死！你想让我给你跪下是吗？不可！有眼无珠，提拔郑必克这种废物上高位，你可知错？是啊，你竟然对龙帅大人不敬，我跟你拼了！可是他对你不敬。之前这件事是雷震廷做的不对，我不用跟他讲。龙族雷震廷，拜见秦先生。龙帅大人，您位高权重，这小子何德何能？他怎么能经得起您的跪拜呀？混账！雷震廷，你办了一个这么所谓的八荒宴，就是看你的手下当众羞辱我，是吗？秦先生，请息怒，在下可对天发誓，在下为你举办这八荒宴，是盼着你王者归来，重振秩序，定制规则。秦汉，他难道就是龙帅一直说的神秘的绝世强者？秦汉还制定规则，他凭什么？谅你也不敢，起来吧。是。这个郑必克是你的人，该怎么处置他？不用我说吧。郑必克仗势欺人，为非作歹，罪不可恕，应发配无间炼狱，终身改造。这究竟是为什么呀？他究竟是什么人呐？我为龙族流过血，我为龙族受过伤呐！龙帅大人，你不能这么对我！现在轮到你们两个。秦先生，这两个败类该如何处置？还请示下。男的杀了。这女的。不行，我还不想死。恩哥，罢了，看在知情的份上，我免去你死罪，打入无间炼狱，劳动改造。什么时候改造好，什么时候再放出来。不行，我不能去无间炼狱。妹妹，你快给我求求情！汉哥已经格外开恩了，你就不要得寸进尺了。说是你真心悔改，还能出来；说是你冥顽不灵。你不能杀我！我是江东楚家大少爷，我们家有交情的。区区江东楚家，不配跟我有交情，狗东西！我大伯是楚无极，山王殿的神主，你不能杀我！楚极，他虽然是我汤伯，但他很疼我。他派出了镇南侯张万豪，就是来参加八荒宴给我撑腰的。敢动我，谁也不能活！区区镇南侯，就算他楚无极亲自来，我也让他有来无回。你听到没？就算楚无极来了，秦先生也不放在眼里，受死吧！镇南侯在此，谁敢放肆？爹，儿子！哎呦我爹啊！爹！哎呀，疼！哎呦，疼死我了，爹！没事吧？雷震廷，给你点脸！现在镇南侯来了，我看他还怎么猖狂！神主，他就是那个带头反叛的张万豪，实力倒是不弱，已经到达爆丹境巅峰，比这雷震廷还要强盛一些。您失踪之后，我们核心层就没人服属下，投降的人里，也就是这个连您面都没见过的张万豪，勉强算是高层。楚无极为了千金买马骨，疯狂赏赐各种天才地宝，把他的实力强行堆上去。秦先生的实力不仅恢复了，还达到了一个让我都不敢想象的地步。张侯爷，这帮人狗胆包天，欺负人都欺负到我头上了，你得给我报仇啊！楚少放心，今天我一定帮你讨回公道。
光讨回公道不够，除了夏之晴那个小贱人，你得帮我把他们全杀光了。对，侯爷，他们对你还有对神王都出言不逊呢。雷震廷，你好大胆子，敢对神王不敬！你是不是把我们神王殿也不放在眼里啊？少给我扣帽子！我对神王殿的尊敬，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哼，看来你是和火凤那帮叛逆一条路走到黑了。今天我就代表神王大人给你点教训。看来你真是被楚无极养成了一条忠犬啊！真以为有雷震廷做靠山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吗？今天我要用你的血洗刷对神王的不敬。雷震廷，对神王洗刷不敬也敢拦？真以为你是龙祖龙帅就能斗得过神王殿吗？嘿，神王殿不到你个楚无极来做代表，小上秦先生，先从我的尸体上爬过去！这个赵万豪已经被楚无极培养成了一个战斗机器，看此情景，龙帅恐怕不。雷震廷的修为到达了瓶颈，又因常年为国征战，受了一身内伤，想要进步，唯有破而后立。原来一切尽在神主的掌握之中。所以，汉哥，你究竟是什么人？怎么感觉你无所不知呢？不要在意这些虚名，只要你记得，我是你的男人。燕。死到临头还敢打情骂俏，看来雷震廷的实力确实给你们带来不少错觉。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我是怎么打败雷震廷的，看你们还怎么笑得出口。雷震廷，你的实力在我眼里根本不够看。只要雷某有一口气在，就绝不让你上新鲜1分口。张侯爷，既然这雷震廷找死，那就先杀了他好了，然后再把这秦汉跟赵长河给我碎尸万段，只要把夏之晴给我留着就好。楚少有所不知，我神王殿有2不杀：一，不杀龙祖龙帅之人；二，不杀神王殿同门。雷震廷是龙祖龙帅，不能杀。真是便宜你们2个。不过他的一身实力已经被我废了，而且还受了巨大的重伤。没有天才地宝的话，他活不过半世。雷震廷，服下子弹，伤势马上就会变好。这竟然是在想明着打住张万豪，会不敢收先生那里。这区区张万豪，在我眼中如同蝼蚁，我来解决。谢谢先生。张侯爷，这秦汉就压根没把您放在眼里，他说您是蝼蚁。秦汉是吧？我来受死。张侯爷，你看看这个赵长河，他好像很不服气啊。 4年前我拜入神王门下之时，曾发过血誓，这辈子不会再让任何人看不起我。虽然我不知道这个叫秦汉的小子到底有什么本事，让你们顶上才王和龙祖龙帅以命相护，不过这都不重要。如我者，张侯爷，你千万不能让秦汉跟赵长河死得太快了。放心，敢忤逆我的，我必将你千刀万剐。 这个夏之晴给我留着，这小贱人我缠她身子缠了好久，我早就想把她作为我的女仆，在我脚下一直臣服。敢当着我的面出手，找死！滚！是，神王令在此。虽然这块地盘跟无敌的长得不一样，还不知道真假，但管不了那么多。 你不可以杀秦汉！你别着急，张侯爷杀了这个小畜生，我再好好泡着泡着你。你说不让我杀，我就不杀了，凭什么？就凭范哥也是神王殿的人。啊！夏之晴啊，夏之晴，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了？他一个送外卖的植物人，你说他是神王殿的人？
我说你怎么把这个废物当宝贝呢？他不就骗你的吗？他要是神王殿的人，我倒立吃屎！本来我想看在楚少的面子上放你，但是你用这个废物来侮辱我神王殿，今天都得死！你敢？令牌在此，你就不怕神王殿怪罪？随便拿个破牌子，就敢在张侯爷面前招摇撞骗？夏之晴，吴总督的令牌你又不是没见过，你们这造假技术也太拙劣了吧？你看上面那个字，这是神主令。雷震廷已经抢先一步找到了神主，并为神主举办了八荒宴。尔等准备好厚礼，随我前去八荒宴，恭迎神主归位。不好，八荒宴为何会爆发出神主令的威能？看来是雷震廷这个废物办事不力，没能将八荒宴办好。来人，马上联系国主，让他配合我，我要举办一场至尊宴，昭告世界，恭迎神主归位。神王，属下收到消息，国主会在明日举办至尊宴，正式册封大夏的护国至尊。看来我的权势将再进一步。恭贺神王晋升护国至尊！九霄龙吟，惊天变，风云际会，正世间。这是神主令显示的迹象。张万豪应该成事了吧？恭贺神王双喜临门！错，是三喜。我已彻底炼化八人，不出片刻，我将成为天人境的强者，天下将再无人是我的对手。恭喜神王，贺喜神王！我的启明孩儿也开始认祖归宗了。准备好，明天我将在八荒宴上成为护国至尊之后，册封他为神子。原来这神主令在你这儿，我还以为丢了。我一直保留在身边，没想到今天起到了作用。这令牌真神奇。这还只是他的表面。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不自主地低下了头？神主令一出，天下见不少，低头不起来。神主令，神王殿至高的宝物之一，神主令。不对呀，神主令怎么会在夏之晴手上？不是，好像是在秦汉手上。原来雷震廷和赵长河这怪不得对他张万豪见到神主令还不跪地俯首受死。凭一块令牌想让我受死，做梦！放肆！胆敢无视神主令的无上神威！神主令虽然是无上之宝，但不会催动法门，跟一块废铜烂铁也没什么差别。今天我不但要取下你秦汉的项上人头，夺走神主令，来作为自己的晋升之资。你是如何确认我不会驱动这神主令？普天之下，除了陨落4年的神主之外，就连楚神王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能够掌控这神主令，随便几句话就行。侯爷，秦汉这小子鬼点子这么多，你还是多派点人手来吧。本座已是爆丹境巅峰的存在，除非你真的能够吹动神主令，否则他只能成为本座封神的踏脚石。对呀，侯爷神通广大，岂是会怕秦汉这样一个废物的？他昨天还是个植物人呢。真是利欲熏心的废物，死到临头了还想着往上爬。好，那我今日送你归西，受死吧！你不可以杀汉哥，你刚才说过，神王殿有2条规矩，不可以杀自己人。他有神主令，你怎敢动他？我不承认他是神王殿的人不就行了？没错，我们几个都可以作证，秦汉跟神王殿没有一点关系。汉哥有神主令，你们怎么敢颠倒黑白？张万豪，你要当着神主令的面毁神王殿的规矩吗？规矩？神王的规矩才是规矩。汉哥，你快走！这个张万豪疯了，我今天非杀你不可！一个完全没有掌控神主令的人，还想在本座眼皮底下逃走？区张万豪，在我眼中只是蝼蚁，不用。汉哥，你身体才恢复，这个张万豪能轻松打败龙帅，你不要逞强。
我没有逞强。既然你要留下，那我也绝不苟活。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面对这死局，同生共死吧。我先宰了你的汉哥，再把你丢给楚少调教，看你怎么和他同生共死。来，我教你使用神主令，把手抬起，向前伸。你不要过来！没事，没事，一点事没有。汉哥，怎么没反应啊？好你个东西，死到临头还敢虚张声势吓唬我，要让你碎尸万段！刚才只是第一步，我来教你。你这吓唬人的把戏，还想吓唬我们第二次不成？受死吧！上应天罡，下必不祥，众生贵府，所向无殃，诛孽没来。汉哥，这神主令牌原来这么厉害啊！他现在认你为主人了，记住我给你的咒语，以后遇到危险就使用它。神主，刚刚火凤发了消息，国主请他明天为你安排一场至尊宴，届时国主会在宴会上册封您为护国亲使。这护国夫人的身份，倒也配得上知情。这件事完了之后，我也该好好跟楚无极算算总账。李子，还不快给齐先生跪下！我在轮椅上，你给我下来！齐先生，季姐的事情是我们不对，你大人有大量，别给我们一般见识，就原谅我们一次吧。楚家，等你！啊！不要！没逆子，还不快求齐先生的原谅啊！对不起，我错了，我求你饶我一条狗命，我以后再也不敢跟你跟夏小姐面前出现了。我求你，我真的知道错了，我错。把话说完呐，求齐先生原谅啊！错哪儿了？我哪儿都没错。你这个时候还敢犟嘴？你想害死楚家吗？你还敢站起来？没用的东西也敢打我！我是你爹，你敢打我？废物也配当我爹？我启明的脑子是不是被吓傻掉了？闭嘴！我爹是神王殿神王楚无极。你怎么知道？我的血脉已经激活，我跟我的父亲有了心灵感应，我知道了一切。看来楚无极那个老东西已经把霸业图炼化成功了。你还知道些什么？我什么都知道，我甚至还知道，国主委托神王殿第一护法火凤大人为我父亲举办了一场至尊宴，明天他会亲赴江东赴宴。楚少，我一直觉得你是人中龙凤，果然没有看错。明天楚无极宴，正好省得我多跑一趟。明天的至尊宴本来是为了册封护国至尊举办，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为楚无极举办的了？不仅明天我父亲会登顶护国至尊，更会公开我的身份，加封我为神子。夏之晴，你知不知道你自己错过些什么？我不觉得我错过了什么，有了汉哥，我就有了全世界。朱启明，既然你是楚无极的儿子，我今天饶你一条狗命，回去告诉你爹，明日送你爷俩一起上路。你，算你走运，我的血脉刚刚复苏，还没有完全掌握力量，我先让你苟活一天。还跟着我干什么？去做你该做的事。明天夏之晴不能躺在我的床上，你们夏家就没必要存在。楚少的身份如今已经是水涨船高，夏家必须抱住他的大腿。看来不能让夏之晴心慈手软了。夏之晴，你过来，爷爷身体不好，有话跟你说。爷爷怎么了？汉哥，你等我一下。爷爷怎么了？被你气的。你有没有搞清楚状况？那个秦汉跟楚少，他就是萤火跟皓月的区别。楚少，
他现在是神王的儿子，是未来神王殿的神子。汉哥还有神主令呢。神主已经消失4年了，神王殿也消失4年了，那个秦汉就是捡的。汉哥能力很强的。你真的是被他洗脑了，他就是捡高世云的废物，你信他，还不如信我是秦始皇呢。赶紧跟我回家。我不。夏之晴，明天可是至尊宴，这可是神王殿火凤大人督办的，而且人家楚神王也会到场，他们俩可是绝世的强者。你要知道，明天啊，那个秦汉就必死无疑，他跟他身边的人都会死。你如果不想死的话，就跟我回家。楚启明是楚神王的儿子，还要和汉哥入股，汉哥现在的处境太危险了。你是不是在想怎么保住秦汉？我能保住他，前提是你要跟我回家，并且明天跟我参加至尊宴。到时候呢，你要跟我一起见证楚少跟楚神王登顶。好，我希望你信守承诺，若是汉哥有什么不测，我一定让你们不得好死。你只要让楚少满意了，一切都好说。汉哥，爷爷生病了，我得回去一趟。爷爷平时最关心你，你该回去看看。那你一定要保重。又不是什么生死问题，你搞得这么悲戚干什么？你放心，明天过后，一切都会好。去吧。汉哥，原谅我对你的今天，我只是希望你能安然无恙。神主，这一块就是陷阱，难道我们就任由主母跟这个夏之梦走吗？我知道这一切都是陷阱，知情平时最担心我的安危，我把他留在身边，反而更不好。可是主母的安全，无妨。神主令已经认主，就算是楚无极，他也没有能力破开神主令的被动防御，伤害知情。那就好。不过，楚无极恐怕也没有时间来江东暗害主母。火凤大人已经查清楚了，楚无极正在跟域外四邪神见面，他想邀请四邪神参加明天的至尊宴。这域外四邪神作恶多端，楚无极为什么跟他们合作？楚无极已经陷入风暴，毫无原则，我们是不是也要增派些元首？无所谓，我会出手。知情啊，明日过后，你就是大夏护国至尊夫人，我会把所有的坏人一网打尽，以后再也没人能分开我们。哼。这也太豪华了吧！宝贝啊，我跟你说，昨天那个八荒宴，我在那个门口转了好几圈，都没有找到机会进去。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参加这么盛大的宴会了，没想到今天这个至尊宴排场更大。妈，昨天那个八荒宴是龙帅雷震霆举办的，最后的神秘王者不过就是秦汉，一点都算不了高档。今天这至尊宴，你看看，那可是国主下令举办的，火凤大人跟神主一会儿啊，这2个顶级王者都会亲临现场，他们啊还要册封护国至尊，这可是举世无双的排场。哇！夏之晴，我跟你说，今天人家楚少可是要成为神王殿的神子了，你可千万别因为秦汉那个废物得罪了楚少，不然的话，弄死你！我这辈子都不想见到楚启明，更别说得罪。你不想见楚少，难不成你想见秦汉？告诉你夏之晴，秦汉这个废物是没有资格来这儿的。汉哥最好不要趟这趟浑水。淌浑水？他就想淌，他也没这个资格和背景啊！秦汉，他这个狗东西怎么也来了？赵长河那个鼎盛才王，他不过就是神王殿的钱袋子。秦汉呀，就是捡到了一块神主命令的令牌，就能把他忽悠得团团转。
今天再忽悠他一下，把他混进来，也不足为奇。这可不行啊！今天是我们夏家好不容易能够攀上楚家这个参天大树的机会，这不能被他给搅和了。不行，我得把他赶走。哼！秦汉，你怎么来了？赶紧滚出去！天下之大，就没有我秦汉去过的地方。你是要纠缠夏之行到死吗？能不能识相点离开他？汉哥，这里太危险，你赶紧走。今天我过来就是为这件事画一个完美的句号。别的事情我帮你去跟楚神王解释清楚。我相信楚神王能被封为护国至尊，格局一定不小，他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现在啊，已经不是楚无极跟我计较，而是我要找楚无极算账。没有镜子也有尿吧？还找楚无极算账？他一根手指就能让你粉身碎骨。哼，还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闯进来。秦汉，你想好怎么死了吗？没想到，这江东楚家楚大少竟然是楚神王的私生子啊！哎，我听说是楚南雄自个儿把老婆送去招待楚神王了，而且还把楚大少养到了20多岁。真的假的呀？这些豪门大族们真尼玛够乱的！不是你们两个不要命了？今天楚神王要加封护国之尊，这楚少爷即将成为神王殿的神子，你们敢在这件事上较上干？楚少好，楚少，楚少好，楚少好，楚少好，楚大少好，楚少好，楚大少好，都好。秦汉，你说我该怎么弄死你才好呢？楚少，这种小瘪三怎么还轮得到您出手呢？就是啊，楚少，您想要他怎么死？说句话便是，我们乐意为您代劳。看到没有？你现在就是啊，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秦汉，你不会又想拿出一块神主令来骗人吧？火凤大人啊，今天会亲自到场，他一向嫉恶如仇。这个秦汉啊，最好是掏出神主令，到时候就会被他视作玷污神主令，只会死得更惨，死得更惨。楚少，你说这小子该不会是伪造神主令吧？哼，伪造神主令可是诛九族的重罪，小子真是狗胆包天！他可不是伪造的神主令，那是他捡的，在那狐假虎威。真的神主令在他那里。据说火凤大人可是一直在寻找神主令的像，并且开出了100亿悬赏，并且亲自指导武学1年的筹码呀。这如果要是把神主令抢了献给火凤大人，这分分钟人生赢家呀！楚少，你贵为未来神子，想必不会在意抢回神主令这点功劳吧？我爸是神王，我还在乎神主令。你们想随便动手，但是有一点，只能打残，不能打死。楚少，你为何对这小子如此仁慈？因为他的命，我要亲自终结。好，既然如此，那我等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秦汉，看见了吗？我一句话就有无数强者徒手灭了，这就是权势的魅力。你呀，也就这点见识了，没用的废物，还敢嘴硬！给我上，废了他！一群土鸡瓦狗，敢在我面前翻腾路子！秦汉，你敢打砸火凤大人举办的至尊宴，你等火凤大人来了，一定将你碎尸万段！就算火凤来了，也只配在我面前跪地求生，再敢动手，把你们全杀了！何人敢在至尊宴上动手？玉将军，玉将军是火凤大人的唯一亲传弟子，你刚才狗胆包天，敢说火凤大人的坏话，我这次看你怎么死！汉哥，这块令牌很神奇的，你拿着，肯定能安全离开。我怕什么？你刚都吓愣住了，你还不怕？我刚才只是在想，火凤这个小丫头，如今也为人师表了。这个小丫头，汉哥，火凤被誉为世间第一女将军，她的徒弟肯定也不凡，你不可不敬。现在知道怕了，晚了，等死吧你俩！玉将军，有人在至尊宴上闹事儿。岂有此理！家师为了这场至尊宴，不眠不休筹备了1整个晚上。什么人吃了雄心豹子胆，敢在这里闹事？就是那小子，在至尊宴上把来的贵宾都给打了。今天来的贵宾呀，哪个不是大佬，哪个不是巨头？他破坏至尊宴就是故意的。对，就是故意。破坏至尊宴者，不可饶恕。
想被我废掉哪条胳膊？不问缘由，妄下定论，这就是你师父火凤教给你的办事方法。你是在教玉将军做事，还是在质疑火凤大人不配为人师？玉将军，他压根就是没把您放在眼里。玉将军，汉哥没有冒犯你和火凤大人的意思，他是想说调查清楚后再下结论。难不成楚启明还敢骗我不成？玉将军，我刚才一直在汉哥身边的，我亲眼看到是这帮人在围攻汉哥，汉哥才出手反击的，是他们在颠倒黑白。夏之行，你才颠倒黑白，你是被他洗脑了。玉将军，这个地方有监控摄像的，我想必这一切都被拍下来了，谁是谁非一看便知。贱人，你在教玉将军做事吗？玉将军，这女人背叛了我，所以跟秦汉一条路走到黑，您不必搭理她。玉将军，你怎么打我们楚少呀？他挑事围攻，秦汉在先，却在本将面前指鹿为马，害得本将差点错怪好人，简直罪该万死。看来这个徒弟还没有那么蠢。汉哥，少说两句。玉将军，你要干什么呀？自古诬告者同罪，刚才我受你欺骗，差点错怪好人，现在真相大白，我也要砍掉你的手臂。玉将军，我们楚少那可是楚神王的人啊！我是火凤大人的弟子，就算是楚神王，也管不到我头上。那咱们也没有必要为了他一个废物得罪了楚神王吧？对，我不是为了任何人收拾楚启明，而是为了心中的公道。楚启明，你要留下左手还是右手？不，你不能伤害我，我爸是神王毒姬。楚神王什么时候多了你这么个儿子？不过这不重要，既然你不选，那我就替你选。地下有人，我知道神主令在哪儿。玉将军，我知道你一直在寻找神主令下落，只要答应不砍我的手臂，我可以告诉你神主令在哪儿。你可知道骗我的后果？我知道，玉将军你一向嫉恶如仇，我不敢骗你的。说出神主令的下落，我可以网开一面。神主令在他那儿。对，神主令乃是至宝，怎么会在他这一介凡夫俗子的手里？楚启明，你在侮辱我的智商！不是，玉将军，我们楚少说的都是真的。他虽然是个凡夫俗子，但他运气好啊，他捡到了。对啊，他甚至还用神主令杀了神王殿镇南侯张万豪，不信你查一下就知道了。昨天江东的天降异象，难道是因为这个秦汉触发神主令引起的？千真万确，我可以用我的项上人头担保。但凡有一句假话，你大可以杀了我。谅你也不敢骗我。神主令是不是在你手里？神主令，没错，就在我这儿。家师一直寻找的至宝，把它交出来，我可以赐你一场富贵。玉将军，您不能侵扰了他呀！你在教我做事？不是，这秦汉刚才一直说您跟您的师父坏话，一直用神主令招摇撞骗，他简直罪该万死。把神主令交出来，然后自己去无间炼狱改造3年，我可以对你网开一面。就凭你，也敢来拿我的神主令？秦汉，玉将军可是火凤大人的亲传弟子，玉将军的成名绝技夺命十字飞剑的唯一传人，你有什么资格看不起他？我说过，就算是火凤来了，在我面前也只有跪拜俯首的份。原本还想饶你一命，没想到你还敢对家师出言不逊，那就怪不得我了。我看在你是明事理的份上，给你师父火凤一个面子，在我面前拔剑，你今天已经是个死人了。玉将军作为夺命14剑的嫡传之人，曾有一人一剑独占岛国的3000上人的辉煌战绩，你有什么资格饶他？玉将军，千万不能对这个狂徒心慈手软，一定要对他千刀万剐。我最后数3个数，要么你自己把神主令掏出来，要么杀了你，再从你身上把神主令掏出来。汉哥，玉将军的英勇事迹，新闻上报道过，他不是坏人，我们把神主令给他吧。神主令啊，他把不住。玉将军，这就是看不起你，你还要继续忍下去吗？机会我已经给过你，既然你不珍惜，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拿命来！
剑都握不稳，练什么剑？你怎么可以这么轻松地破掉我的夺命14剑？因为这夺命14剑是我交给火凤的。秦汉，玉将军是火凤大人的唯一亲传弟子，你要感动他，火凤大人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就算你的力气再大，在真正的高手面前，你就得死。一会儿，火凤将军跟神王殿的高手来了以后，就是你的死期。都别劝他，让他动！哼，居然敢在至尊宴上动火凤大人的弟子，我看你10个脑袋都不够掉的。汉哥，不要冲动。玉将军为国征战多年，他名声很好，他不是坏人，不要杀他。看在知情的面子上，我饶你。等火凤来了，自然会惩处你这愚蠢的家伙。你可以杀，但你不能侮辱我的师父。你凭什么教他夺命14剑？今天我要你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住手！汪大人，这下你彻底完了！火凤大人来了，今天就有了。走，随我迎接火凤大人。火凤大人，我是江东楚家楚启明。滚开！别挡道！哎，您一生气就对了。那边有个叫秦汉的，根本就不把您放在眼里。都说了，玉将军是您的徒弟，他还动手打他，您得替他报仇啊！对，他还说您的夺命14剑是他教的呢。对。对不起，师傅，给您丢人了。逆徒，给我跪下！火凤大人生气了，连他最心爱的徒弟都打，你就等着挫骨扬灰吧。火凤大人，事情不是这样子的，汉哥他无意挑衅。不是给我跪，是给神主大人跪。神主大人，火凤3剑，神主大人。神主？他怎么会叫他神主？难道秦汉真的是神主吗？不可能的，这怎么可能？神王是我爸，神王殿只有我爸。汉哥，你到底是什么身份？不管我是什么身份，都抵不过我是你的汉不是，书生，火凤大人一直在神主旁边，他是不会认错的。哎呦喂，我错过了成为山主岳母的机会！哎呀，不会错的，我爸不会骗我的。神王殿只有我爸，一定是火凤被骗了，一定是他被骗了。啊！我明白了，是因为神主令，神王殿有规矩，持神主令者如神王亲临。火凤一定是看秦汉手中的神主令，所以才想认他为主。神主令，神主大人，你难道真的是教授师尊夺命14剑的神主大人？玉蛟龙，那现在这神主令，你还要抢吗？卑职不敢，先前冒犯神主之处，还请神主责罚。火凤，你这个徒弟有眼无珠，此罪可免，夺罪不可饶。玉蛟龙，你冒犯真龙，罪无可恕。待神主仁慈，饶你一死，限罚你去边关守禁10年，你可服气？谢神主开恩，卑职这就前往边关，保家卫国，绝无怨言。于将军可是火凤大人唯一的徒弟，都被发配到边疆，可见秦汉在火凤大人心中的地位，那是神一般的存在。刚才可不止玉蛟龙一个人冒犯主神大人，是我把你们一个个揪出来，还是你们自己滚出来？是我等有眼无珠，不识真龙，希望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神主大人恕罪，我们也是受人蒙蔽的呀。是啊，神主大人，我们也愿意发配边疆，镇守边关，还请您恩准呢。一群没有骨头的畜生！谁让你们跪下的？都起来，都起来！畜生，我们认命吧，他是神主，我们打不过的，我们认命吧。认命？认什么命？我命由我不由天，家父楚无极。家父楚无极，什么？家父楚无极，什么？家父楚无极。又死又废，凤，杀了他。是。
你想干什么？你别乱来啊！我爸是神王储机，你动我一下，他一定不会放过你的。动你怎么了？伙夫，别以为你是神王殿首席护法，你就可以为所欲为。我爸是神王，是你的上司，等他来了，一定要你好看。我的上司只有神主大人一个。他算什么神王？他的神王令是捡的。神王殿，我爸才是主宰。等我爸来了，你们都得死！我之所以来参加这场至尊宴，就是为了收拾雏吉。这场至尊宴已经过去3分钟，这个老东西还不出现，看来是要当着缩头乌龟了。秦汉，你算什么东西啊？楚神王一个眼神就可以让你碎尸万段。好啊，那我就把你眼中的这个大人楚家少爷给废了。神主想让他怎么死？反正雏吉也不在乎他这个私生子，随便你怎么处置，别让他太痛快就好。神主放心，我定让他尝尽苦楚，死不瞑目。父亲救我！父亲救我！本座在此，谁敢伤害我儿？爸，他们欺负我，他们要杀了我，你要帮我报仇啊，爸！你是我儿子，谁敢动你，谁就得死。楚姐，你还敢来？也罢，今天就用你庆祝神主大人回归。4年前我亲手杀了你的神主，如今头七已过多时，别说王者，就连亡魂都回归不了了吧？找个长得像的冒牌货，还想蒙骗本座？死到临头了，还在嘴硬，受死吧！就凭你，还不是我的对手。国父大人，我来助你一臂之力。废物，雏吉受死！杀了你们几个逆贼，天下再没有人和本座为敌了。神王殿彻底归我所属。至尊玉玺到。这圣石怎么还来了？当然是国主派来加封我为护国至尊的。天哪，护国至尊！秦汉，你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你以为你有个神主令就能跟我父亲抢夺护国至尊的身份吗？既然盛世来了，那我就先接受册封，然后再清理门户。你只不过是个阴险毒辣、毫无原则的小人，也配得起护国至尊的称号？本座配不配做这个护国至尊，由盛世来说。敢问盛世要册封何人为护国至尊？国主口谕：护国至尊乃国之重器，不可轻许。只有得到至尊玉玺认可之人，方能担任真正的护国至尊。那怎样才算是得到了至尊玉玺的认可呢？至尊玉玺的材质乃是由龙脉凝聚而成的玉髓精雕而成。若是能被龙脉认可的护国至尊，只需将精气注入到玉玺之内，至尊玉玺自会张其光芒。玉玺彰显的光芒超过1米，就算得到了至尊玉玺和龙脉的认可，才有资格成为护国至尊。我的父亲身为现任神王殿神王，武功超群，当代无双，他一定能够得到至尊玉玺的认可。爸，您快去测试啊！好，那我就先通过测试，册封为护国至尊之后，再来取你性命。你找死！让他去测试。我之所以留他狗命到今天，就是为了让他在最得意的时候摧毁他的一切，让他在无尽的绝望中死去。大言不惭！
2米，这至少有2米。我爸是护国至尊。恭喜神王，贺喜神王！太好了，这一次终于没有站错队了。爸，哎，爸，老爸，这是怎么了？至尊玉玺已经产生了灵智啊！被我激活之后，抗拒我的真气属性，把我给气飞了。那你没事吧？好在我已经练就了8幽符，没有他来。那这护国至尊，除非是神主在世，否则没有人能像我这样激活至尊玉玺，更别提得到至尊玉玺的认可。护国至尊，自然就是我的囊中之物了。哼，被至尊玉玺虐得像条狗一样，还在这狡辩。菜就多练。汉哥，你干嘛？我曾经答应过你，要让你成为护国至尊夫人。我呀，去让至尊玉玺认出你。爸，这废物想去测试，你快拦着他呀！至尊宴上人人皆可测试，谁敢阻拦？我爸已经通过了测试，成为护国至尊是板上钉钉的事实。2位圣使，不要自误啊！你是在威胁我？至尊玉玺的威能，连我都只能靠八野图来抵挡，除非他是神主归来，否则将被至尊玉玺整成渣。汉哥，我不要当什么护国至尊夫人，我只要你。放心，我会完成对你的承诺。去啊，快去送死去啊！哎呀，不让你去非要去，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吧？这至尊玉玺也没什么反应。不对，这秦汉碰到了至尊玉玺，怎么一点事都没有？没事儿，至尊玉玺的威能已经潜入他的身体，不出3个数必将灰飞烟灭。1、2，汉哥，3。哦，9条神龙，9龙在世，怎么会这样？他难道比楚神王还厉害吗？完了完了，简直就是暂时谪仙！咱们夏家得罪了暂时谪仙，彻底完了！不对，他在耍什么鬼花样？2位至尊，他在耍花样，他没有任何光柱，根本不可能通过测试。快宣布，我爸才是护国至尊！怎么会这样？难道他真的是神主？不可能！我明明是亲手杀了他。这护国神主的位置，除了神主秦汉，谁都没资格担任。这不可能，这不公平，有黑幕！黑幕？你可真可笑啊！可笑的是你，你根本不能让至尊玉玺爆发出任何光柱，不知道从哪搞的鬼，整了几条破龙就想蒙混过关。放肆！这是至尊玉玺认主的最高级别，9龙飞天，万事安宁，这是至尊玉玺认神主为主的迹象，你们谁敢不服？参见护国至尊！什么护国至尊？我不服！如今你大胆！本王的胆向来都很大。哼，本尊的东西你拿不走。参见护国至尊！参见护国至尊！你们！我为至尊，当护国安邦，庇佑万民。你是神主，4年前我已经把你杀掉了，怎么还活着？就凭你这种宵小，也想杀我？既然是神主，我们完了，完了呀，完了呀！你们一个个没有骨头的畜生，这就被秦汉那个废物给吓怕了。他能当上神主，他能当上护国至尊，都是因为神主令。还敢聒噪，找死！国父，你且退下，这笔账我要亲自讨要。看见了吗？神王殿首席护法火凤都不是我爸的一合之敌，你们没有活路了，只有站起来，跟我爸一起反抗才有活路。对，楚少说的对，我们没有退路了，只有跟着楚成王，我们才有活命的机会啊！
对，我们都起来，赶紧起来！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致，把这个秦汉给干掉！我们要拥护楚山王为护国至尊，我们才不会被清算啊！建功立业就在今天，给我杀！就凭你们这等蝼蚁，也想跟我作对？我们这么多人，一个个耗都耗死你了，谁先把他给我杀了，我记谁头功！杀！杀！儿子，令狐也是狐，是一群蚂蚁能撼倒的。他的最后一程，由我亲自葬送。在我眼里，你跟其他所有人也是了。4年前可以杀你，今天照样可以。汉哥，神主令给你。面对我爸愤怒的进攻下，这次死定了。4年过去了，你还是没有长进。我让你看看，到底有没有长进。这怎么可能啊！秦汉没有神主令，我爸怎么可能会输？这不可能！看完了，确实没有丝毫进步。你不仅没受伤，你的实力已经突破了天人境。就你那点邪门歪道的手段，就想跟我抗衡？你太卑鄙了！颠倒黑白的话咽到肚子里，到地下跟阎王老子说去吧。秦汉，你真以为把我拿捏住了吗？我楚无极做事向来都是两手准备。龙王，现在你不会觉得我们哥几个开的价格够高了吧？废话少说，先帮我干掉他，否则一切都是空谈。神主，好久不见，看到我们几个是不是很意外？你们4个鼠辈，5年前我是不是告诉过你们，他入大夏境内杀无赦？这么快就忘了？哈哈哈哈哈！5年前，你莫暴南境巅峰，如今他都已经突破到了5道极境的天人境，有点同境界。 5个天人境，让你一个重伤楚玉的天人境，秦三，你想好怎么死了吗？无极到底给了你们什么，让你们冒着生命危险来大夏跟我作对？你们少跟他废话，给你们家1倍的筹码，杀了秦汉，北疆18州的10万里疆域，我做主，划分给你们，快动手！真该死啊！秦三。 为了北疆的万里沃土，麻烦你去死吧！既然你们想死，我就成全你们。楚无极，你还在那里愣着干什么？你不想秦汉死了吗？ 快动手！这就来了。汉哥。 这死活的东西，那就一起死吧！秦汉，我已经将八叶图完全炼化，今天就算你是3头6臂，也难逃一死。好好的神器在你手中变成如此歪门邪道，罢了，八叶图可以毁了。想毁掉3大至宝之一八叶图，你也配？剑来！ 任你有百般手段，千般万化，万般神通，一剑整治。八叶图，我的八叶图！秦汉，我要杀了你！你该想想自己的遗言了。我已经吞噬了4大邪神，功力已经到了天人境顶峰。
和你是同样的，在这给我装什么蒜？为什么我们都是天人境巅峰？巅峰和巅峰亦有差别，你是天人境巅峰没错，而我是一位武道界的最高称号，是天人境巅峰。施主大人，你饶命啊！这不关我们的事儿，都是那楚神王，不，都是主祭他逼我们的呀，这是。至尊大人，真的不关我们的事啊，都是楚姬他们父子，他们挑拨离间的，都怪他们呢。对，施主饶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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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狗东西，没人来救你，该死在我手里了。救世主，高抬贵手！高抬贵手，你想的真多。火凤，把他给我带下去。宰了！我不要！我好恨啊！我好恨啊！自己亲手把山主夫人的位置让给了这个贱人，让给了我的亲妹妹。你也是贱人，你们都是贱人！小海，怎么说？是亲他也叫我一声妈，咱们也是一家人啊！你千万别杀我们啊！你们母女两个，狼心狗肺，罪恶多端。但是我看在我夫人夏之晴的面子上，免去你们死罪，把你们打入无间炼狱，终身改造。老婆，我可没骗你，我把至尊夫人的位置给你要回来了。